總價31萬可以攞低近住關口精裝修嘅一套一房。我哋睇下呢層樓，入嚟門口咧係智能密碼鎖入門咯。咁我哋呢啲鞋櫃咧全部都做好晒喎。廚房嘅油煙機啦、煤氣灶啦，同埋上邊嗰啲吊櫃全部整好晒嘅。咁過嚟咧，我哋呢個設計都係洗衣機啊、冰箱啊都有個位置放嘅喎。呢套單位咧係東南朝向嘅，而且喺東南面咧呢度係有2個窗戶可以打開嘅。你睇個房咧，四四正正擺梳化啦、床啦，都係非常之好擺啊！而且嘅話，呢套業主帶埋家私家電，直情就拎包可以入住喎。無論你係澳門或者拱北開工嘅朋友，自己住咧或者係出租都相當之 OK 㗎。有興趣嘅朋友溝3個6，我有媽媽帶你去過嚟睇現場啊！